冥想導航係指引大家分辨高我同小我嘅聲音。開始之前，先請大家揾一個舒適嘅位置，坐好或者瞓低，輕輕咁合埋雙眼。首先，我哋做幾個深呼吸，用鼻吸氣，感受氣息進入身體，再用嘴巴緩緩咁呼氣，釋放今日嘅疲倦同埋緊張。再嚟一次深深咁吸氣，今次我哋觀想吸入金色嘅光，每一次呼氣都將我哋嘅壓力、情緒呼去落地板。金色嘅光充斥着整個嘅身體，呢個金色光好溫暖，慢慢擴散包住自己，好安全。我哋每一次嘅吸氣都帶你返到去當下呢一個好安靜、好安全嘅時刻。而家我哋呼吸返去自然嘅節奏，將注意力帶返去心口嘅位置，感受手心貼住心口嘅溫度，亦都想象好似有一道好柔和嘅光喺心口慢慢咁亮起嚟。喺心裏面輕輕咁邀請你內在嘅小我，嗰個一直都好努力、好盡責保護你嘅聲音浮現出嚟。你可能會感覺到佢而家喺你嘅頭部或者胸口繃緊嘅位置，冇問題，溫柔咁睇住佢。小我嘅聲音常常都會係帶住應該或者必須，佢成日都會話你要小心，你要證明自己，如果唔咁做就唔夠好。佢總係睇住過去，擔心未來。而家想象小我企喺你嘅右手邊，你對住佢微笑，感謝佢一直以嚟嘅保護。你可以對佢講，多謝你，我見到你啦，你係喺我人間行走嘅導航，但係你唔需要獨自承擔一切。接住輕輕將你嘅意識帶到去心輪更深處，嗰度有一片寧靜嘅空間，係你內在嘅聖殿。喺呢度，你感受到高我嘅存在，佢冇聲音，但係有一種全然嘅知曉，冇批判，只有無條件嘅接納。而家你想象高我站喺你嘅左手邊，佢嘅能量係擴展嘅、平靜、充滿光。當你連結佢嘅時候，身體係會放鬆，呼吸變得深長，心中會浮現一種本該如此嘅肯定。高我從來都唔會催促，亦都唔會責備，佢只會講你可以選擇，你本來就係完整嘅，此刻已經足夠。而家我哋做一個簡單嘅分辨練習，回想一件最近讓你猶豫或者困惑嘅事。首先，我哋會邀請小我先發言，聽下佢點樣講。佢嘅語氣係急促嘅、擔憂嘅，定係無條件嘅呢？佢要你點樣做先能夠安全或者被愛？呢個時候我哋只係聽就可以啦，唔需要批判嘅。我哋聽下小我有咩講。然後輕輕將小我放喺一邊，我哋轉向高我，喺心中問佢，關於呢件事，我有啲乜嘢我係真正需要知道嘅呢？留意你嘅身體嘅情緒，高我嘅回應往往係伴隨住心中嘅鬆開、肩膊嘅下沉，或係心中一陣溫暖嘅擴散。佢嘅回應常常都係簡單嘅，可能係信任、等待，先照顧好自己，或
或者冇乜嘢係需要立即解決嘅。我哋聽下高我有啲咩嘢講。感受一下呢兩種嘅聲音，邊一個讓你感到緊縮，邊一個讓你感到擴展同埋平靜。而家想象小我同高我同時間都喺你面前，小我會帶住佢嘅謹慎與經驗，高我帶住佢嘅智慧與光明。你可以對住佢哋講：你哋都係我嘅一部分。小我感謝你嘅保護；高我跟隨你嘅校準。然後慢慢咁讓小我退後一步，成為你觀察員；讓高我向前一步，成為你生命嘅領航員。感受心中嘅光變得穩定、清晰。你可以喺心裏面設定一個意圖，從今往後，我願意在每一個選擇中優先聆聽那份擴展與平靜。好，我哋準備翻返嚟呢一個空間，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感覺身體嘅重量，感覺臀部或者背部，輕輕咁喐下自己嘅手指、腳趾，活動一下自己嘅手腕、腳踭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伸個懶腰，慢慢咁伸開你嘅眼睛，將呢一份內在嘅清晰帶返今日日常生活之中。記得分辨高我與小我，唔係要否定任何嘅一方，而係學習喺每一個當下選擇由邊個去嚟做主導。小我係我哋喺人間行走嘅得力助手，而高我係我哋永遠唔會迷失嘅北極星。多啲練習，你就會越嚟越熟悉呢兩種嘅頻率。祝福大家，歡迎 follow 爵士森林。